来，第二页吼，果子的名，咱即马爱来先讲水果，每一种水果，每一种果子要安怎讲伊的名吼？啊，先煞讲果子，要形容果子的色，也是食起来啥物款的滋味，咱就爱用形容词，咱台语有一种真特别的，就是咱的形容词会当连续讲3摆，3摆拢连做伙讲，这叫做形容词的3连音，形容词的3连音。好，请按第3页。好来，第3页这有4款的果子对我念，对顶悬念到下面，从上到下念3摆：西瓜、西瓜、西瓜、葡萄、葡萄、葡萄、芭乐、芭乐、芭乐、酸仔、酸仔、酸仔。好，即摆看这个箭头看箭头，咱阁念一摆。请按电脑的小朋友把它每按一下，就跟我念一次按西瓜就是西瓜，葡萄按葡萄，芭乐按芭乐，酸仔按芒果。好，咱即马做伙阁念一摆西瓜、葡萄、芭乐、酸仔。好，请按第4页。好来，即马第4页第4页咱阁来念一摆有4张图咱来看第一个西瓜，西瓜是哪一个？你们先想一下。好，即马公布答案西瓜是右上角。好来，请按出来。无毋对过来第2个是葡萄，葡萄是倒一个？左下角，对不？好，按出来。第3个是芭乐，倒一个？右下角，芭乐，无毋对上尾个叫做啥？酸仔，对。这个就是左上角。好，安尼拢对会记哩好，来，即摆咱第5页第5页要讲的是形容词譬如讲西瓜，西瓜食着凉凉；酸仔片着芳芳，闻起来香香的；葡萄食着甜甜，吃起来甜甜的；芭乐食着定定，硬硬的好，第一个西瓜凉，就是西瓜吃起来很凉，非常爽口，很清凉然后2个西瓜图，再加3个凉凉凉好，对我念西瓜凉，西瓜西瓜凉凉凉，西瓜凉，西瓜西瓜凉凉凉。好，第2款是酸仔来对我念酸仔芳，
山啊芳，山啊芳芳芳。第三款是葡萄，葡萄食了足甜的吼。来对我念：葡萄甜，葡萄甜甜甜。第四款是芭乐，芭乐食了甜甜吼。来对我念：芭乐甜，芭乐甜甜甜。好。安尼知吼，好来，咱即马对头啊，念2摆吼，每一项果子啊念2摆。西瓜凉，西瓜凉凉凉，西瓜凉，西瓜凉凉凉。酸呀芳，酸呀芳芳芳。葡萄甜，葡萄甜甜甜。芭乐甜，芭乐甜甜甜。好，咱搁念一摆吼，甲头前迄3字：西瓜凉、酸仔芳、葡萄甜、芭乐甜，咱加念一摆。预备，开始。西瓜凉，西瓜凉，西瓜凉凉凉。酸仔芳，酸仔芳。酸呀芳芳芳，葡萄甜，葡萄甜，葡萄甜甜甜。芭乐甜，芭乐甜，芭乐甜甜甜。好，现在请按下一页。来，第6页吼，第6页同款有4款的果子啊，哦啊。对顶悬到下面，我们看文字看汉字哦。柚子叫柚仔，莲雾叫莲雾，柑仔是柑橘叫柑仔，龙眼叫龙眼。好，这边有4个图哈。来，咱即摆先看卖吼。柚仔是倒一种？倒一款？这是左上左下，右上右下。柚仔。哦，对，好，柚仔是右上。好，请按。无毋对吼。莲雾呢？哦，莲雾是右下。无毋对，请按。柑仔是什么？哦，橘子。对一个才对。哦，左上好，请按。左上无毋对柑仔。剩一个是龙眼，左下请按。好，即马对我念：柚仔，莲雾。柑仔，龙眼。好，请按下一页。好，第7页咱搁练习一摆，再练习一次好，请问左上角这是什么？左上角。哦，柑仔。右上角呢？莲雾。左下角呢？柚仔。右下角呢？龙眼。好，咱即马用这上顶悬这个是什么？柚子是什么？哦，柚仔第几个？倒一个？哦，左下角。好，按出来。哦，无毋对。莲雾是倒一种？哦，右上好，按出来。无毋对。柑仔伫倒位？
哦，伽马伫左上按出来，无毋对吼，剩一个阴影，就是右下吼。好，过念一摆，油啊，油啊，莲雾，莲雾，伽马，伽马，棱镜，棱镜。好，请按下一页。好，来第8页哈，同款，这4款轨迹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形状，或者是颜色哈，或者是吃起来的感觉啊，伊的形体、伊的色味，甲伊食起来的感觉哈。好，来第一个是，咱讲这什么？哦，柑仔对，柑仔黄色的，黄色对不对？好，来对我念，柑仔黄，柑仔柑仔黄黄黄。第2款，棱镜圆，棱镜棱镜圆圆圆。第3款，油啊，绿色的哈，绿色哦。好来，油啊青，或者是油啊青啊，油啊青，青是漳州音，青是泉州音哈。油啊油啊青青青。莲雾脆，吃起来脆脆的哈。莲雾莲雾脆脆脆。好来，对我念哈。柑仔黄，柑仔柑仔黄黄黄。柑仔黄，柑仔黄，柑仔柑仔黄黄黄。棱镜圆，棱镜圆，棱镜棱镜圆圆圆。油啊青，油啊油啊青青青。油啊青，油啊油啊青青青。莲雾脆，莲雾莲雾脆脆脆。莲雾脆，莲雾莲雾脆脆脆。好，对头搁念一摆吼。啊，头前迄3字加念一摆哦，前面3个字多念一次哈。好来。柑仔黄，柑仔黄，柑仔柑仔黄黄黄。柑仔黄，柑仔黄，柑仔柑仔黄黄黄。棱镜圆，棱镜圆，棱镜棱镜圆圆圆。油啊青，油啊青，油啊油啊青青青。油啊青，油啊青，油啊油啊青青青。莲雾脆，莲雾脆，莲雾莲雾脆脆脆。莲雾脆，莲雾脆，莲雾莲雾脆脆脆。好，请按下一页。好来，第9页吼，第9页同款有4款的果子啊，用国语讲是木瓜，然后底下是红柿、柿子，右边酱秋饼，上面是边管草莓，下面底下是香蕉。好来，咱即马看伊的台语安怎讲吼。好，请看汉字，汉字第一个上悬的草黄，草黄，这个黄，嘴巴要闭起来哈，合唇鼻音哦，嘴巴闭起来哈。过一摆，草黄，草黄，好，这是哪一种？多一款？哦，右上，好，请按出来。啊，无唔对哈，右上草黄，草黄，好。第2款汉字写的是红柿，台语叫做来对我念红旗，红旗，红旗。好，哪一个？这一款？哦，右下，好，右下哈，来看对啊唔对？
好，请按。哦，无毋对，这是红气吼。好，再念2摆，红气，红气。好，第3款是金蕉，金蕉，金蕉。好，金蕉伫倒位？哦，右下。好，右下吼，咱看对无？好，请按。哦，金蕉伫右下。好，来念2摆，金蕉，金蕉。好，上尾款是木瓜吼，木瓜当然咱知影剩一个左上，好，看对无？来，对我念木瓜，请按。木瓜，木瓜。好，头至尾搁念一摆，草莓，草莓，红气，红气，金蕉，金蕉，木瓜，木瓜。好，请换下一页。好，来第10页吼。啊，共款这4项轨迹啊，咱搁念一摆哦。好，那念啊，请小朋友就一面大家一面念，那你就一面按哈。好，第一个是草莓，好，来按怎讲？啊，草莓，草莓，请按。哦，右下角哈，草莓，草莓。啊，第2个是红柿，啊，对我讲，红气，红气，伫倒位？哦，左上。好，请按。没错，左上哈。过来，金蕉，金蕉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香蕉，伫倒位？哦，在右上。好，请按。哦，无毋对哈，香蕉是右上。来，金蕉，金蕉，剩一个木瓜，木瓜在哪里？啊，右下，不，左下哈，请按左下。好，过念一摆。一起念：草莓，草莓，红气，红气，金蕉，金蕉，木瓜，木瓜。好，请按下一页。好，第11页哈。好，请把水果图和文字通通按出来，请按电脑的都把它按出来哦。第11页哈。好，来对话念。好，每种水果的颜色、吃起来的感觉，或者是形状，看起来是好不好看啊？我们来看看3连音怎么念哈。来，第一个是香蕉哈，来，金蕉翘，翘的意思就是弯曲啦，弯曲哈，不是直的，弯曲的，翘翘哈，金蕉翘。金蕉，金蕉，翘翘翘，金蕉翘，金蕉，金蕉，翘翘翘。好，第2种是草莓嘛，哈，来，草莓红，草莓，草莓，红红红，草莓红，草莓，草莓，红红红。好，第3款木瓜哈，吃起来软软的，来，木瓜嫩，木瓜，木瓜嫩嫩嫩，木瓜嫩，木瓜，木瓜嫩嫩嫩。好，第4款红气水，红气，红气水水水，红气水。红气，红气，水水水。好来，即马咱做伙念，吼，念2摆，吼。金蕉翘，金蕉，金蕉翘翘翘，草莓红，草莓，草莓红红红，木瓜嫩，木瓜，木瓜嫩嫩嫩，红气水。红气，红气，水水水。好，咱即马甲头前迄3字吼，加念一摆，做伙念哦。
预备，开始。金蕉敲，金蕉敲，金蕉金蕉敲敲敲，啊！金蕉敲，金蕉敲，金蕉金蕉敲敲敲，草唔红，草唔红，草唔红红红，木瓜软，木瓜软，木瓜软软软，木瓜软，木瓜软。木瓜软软软，红气水，红气水，红气水水水，红气水，红气水，红气水水水。好，恁两个真好哈，来，请按下一页。好来，第12页哈。这个同款有4款的轨迹啊。我们先看从左到右哈，左上左下，右上右下。国语是榴莲、杨桃、凤梨、苹果。好，就来教台语哈。第一个是苹果是孔，来对二连捧果，捧果。杨桃是杨桃，杨桃；凤梨是旺来，旺来；榴莲是榴莲，榴莲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捧果最高的第一个，好，伫倒位？哦，右下，好来。请按出来，无唔对，右下这里叫做捧果，念一摆捧果。好，第二个是杨桃，杨桃伫倒位？杨桃是左下，对不对？好，左下来杨桃，请按出来，杨桃，杨桃，大家爱认好。看清楚哦，记好条哦。过来，第三，旺来，旺来是什么？凤梨哦，在哪里？伫倒位？哦，右上。好来，旺来，请按出来。旺来，旺来。好，最后一个最底下，榴莲，榴莲啊，当然是在左上哈。好，请按出来。来，咱对第一头上关顶，咱念古上下面吼。来，捧果，捧果，杨桃，杨桃，旺来，旺来，榴莲，榴莲。好，恁念得真好。来，请按下一页。来，第13页哈，同款，这4款轨迹啊。但是它的位置改变了哦，注意哦，它放的地方不一样哦。好来，第一个捧果，捧果伫倒位？伫倒位？捧果哦，左下。好，请按出来。哦，无唔对。第二个杨桃，杨桃伫倒位？倒位？左上。好，请按出来。无唔对，左上这是杨桃哦，过来是这什么？哦，旺来，对，旺来哈，旺来是倒位？右上啊，右下？哦，右上，好，右上这个旺来，请按出来，无唔对哈。好来，旺来，旺来，啊，最后一个当然是怎么讲？榴莲怎么讲？哦，榴莲，榴莲。请按出来，无唔对哈。好，从上到下，预备开始。捧果，捧果，杨桃，杨桃，旺来，旺来，榴莲，榴莲。好，请按下一页。好，来，第14页哈。好，请把所有的水果都按出来，按。好，
拢总赶快有4款归基啊，4种水果有的讲它的香味，讲它吃起来是酸酸的，闻起来是臭臭的，看起来是黄黄的。好来，对顶管对我念，往来生，酸酸的，往来生生生，往来生，往来生生生。第2款，闻起来香香的捧果香，香就是香捧果香，捧果香，捧果香，捧果香。第3款，杨桃黄，就是它的颜色黄黄的杨桃黄，杨桃黄，杨桃黄，杨桃黄。第4款，闻起来臭臭的榴莲草，榴莲草，榴莲草，榴莲草。好，即摆咱对顶悬各念2摆头1摆同款，前面3个字只念1次，第2摆前面3个字念2遍预备开始，往来生，往来生生生，往来生，往来生生生。好，第2款，捧果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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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杨桃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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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桃黄。第4款，榴莲闻起来臭臭的榴莲草，榴莲草，榴莲草，榴莲草。好，第2遍，把前面3个字多念1次预备开始，往来生，往来生，往来生生生，往来生，往来生，往来生生生。捧果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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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捧果香。好，第3款，杨桃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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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榴莲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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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榴莲草。恁念得真好，好，请按下一页。好来，第15页第15、16、17、18这4页，拢是甲拄则教过咱过来做复习每一项规矩，咱拢甲伊的3连音念2摆好，第15页这4项，预备开始。西瓜凉，西瓜凉，西瓜凉凉凉，西瓜凉，西瓜凉，西瓜凉凉凉。酸呀芳，酸呀芳，酸呀芳芳芳，酸呀芳，酸呀芳，酸呀芳芳芳。葡萄甜，葡萄甜，葡萄甜甜甜，葡萄甜，葡萄甜，葡萄甜甜甜。芭乐丁，芭乐丁，芭乐丁丁丁，芭乐丁，芭乐丁，芭乐丁丁丁。好，请按下一页，第16页。好，第16页
每一款拢念2摆吼。啊，预备开始。柑仔黄，柑仔黄，柑仔柑仔黄黄黄。柑仔黄，柑仔黄，柑仔柑仔黄黄黄。龙井圆，龙井圆，龙井龙井圆圆圆。龙井圆，龙井圆，龙井龙井圆圆圆。油仔青，油仔青，油仔油仔青青青。油仔青，油仔青，油仔油仔青青青。莲雾册，莲雾册，莲雾莲雾册册册。莲雾册，莲雾册，莲雾莲雾册册册。恁念甲真好，好，请按下一页。好，第17页哈，同款有4款轨迹哦。好，这4款轨迹的3连音哈。金蕉巧，金蕉巧，金蕉金蕉巧巧巧。金蕉巧，金蕉巧，金蕉金蕉巧巧巧。草毋红，草毋红，草毋草毋红红红。草毋红，草毋红，草毋草毋红红红。木瓜软，木瓜软，木瓜木瓜软软软。木瓜软，木瓜软，木瓜木瓜软软软。红汽水，红汽水，红汽红汽水水水。红汽水，红汽水，红汽红汽水水水。好，你念得真好。好，现在翻下一页。好，第18页哈，这嘛有4款轨迹哈。啊，咱拢总今日有16款的轨迹哈，16、16哈。啊，每一页有4种，有4页，刚好4、4、16，16种哦。来，往来生，往来生，往来往来生生生。往来生，往来生，往来往来生生生。苹果香，苹果香，苹果苹果香香香。苹果香，苹果香，苹果苹果香香香。杨桃黄，杨桃黄，杨桃杨桃黄黄黄。杨桃黄，杨桃黄，杨桃杨桃黄黄黄。榴莲草，榴莲草，榴莲榴莲草草草。榴莲草，榴莲草，榴莲榴莲草草草。恁念得真好哦！今仔日拢总学16种的果子仔的讲法，怎么讲它的名称哦？啊，煞来个学伊的3连音，形容词3连音哈。好，后礼拜咱才有问题才个来甲老师讲吼。啊，下面即几页是练习单，若是有时间就继续做，啊，若无时间无要紧吼，上到遮为止吼。啊，时间若够，咱就下课。好，多谢大家。